ASI 係香港最新充滿活力嘅地點，佢嘅氛圍都好符合 Mini 年輕大膽嘅品牌精神。我哋由零開始，將一個空置嘅鋪位打造成沉浸式嘅空間。最難忘係將車款、燈光、咖啡體驗融合，令到大家唔單止係睇車，仲可以玩同埋感受。我哋亦喺荃灣做咗個 Closed Room， 係專屬私密嘅體驗，好似入咗一個秘密嘅空間，嘉賓可以近距離咁樣欣賞新車嘅細節。無論係 ASI Pop-up 定係 Closed Room， 都涉及咗大量嘅細節，包括係設計啦、燈光、動線，甚至咖啡嘅拉花都要同品牌一致。團隊真係喺好短嘅時間內完成晒成個嘅 project， 從策劃到現場都超順利，成條 team 每一個都好專業。最重要係我哋同 Mini 之間有一種互信，因為呢一份信任咧，先至可以將咁大膽嘅 idea 變成真，變成一個真係有 impact 嘅體驗。好開心可以親眼見證 Mini Electric Countryman 喺香港第一次嘅展出。呢次唔單止係一個車展，仲係一個將 Mini 嘅品牌精神同電動車嘅未來連結起嚟嘅一個體驗。現場嘅氣氛真係超熱烈，啲 guest 由一開始就好興奮，好多驚喜同埋期待，覺得我哋 Eventis 可以參與其中，透過活動去講品牌嘅故事，真係好有意思。